又係我資源回收桶，又嚟玩個上個支塔，應該失敗收場嘅。得好丁啊！喂，你傻㗎啦，好丁！整走呢隻，佢哋14打唔到，擺翻隻光喺度先。係，買呢隻黃金之日，中級。我睇咗新聞喎。呢隻咧，佢搞到自己，我原來1萬幾，我好中意佢。唔知點解淨係佢得㗎，其他咧無論3000幾嗰啲都係搞到9000幾嘅。不，你知唔知啊？多1000幾你咪好着數㗎，可以抵到一隻勁嘢嘅攻擊㗎。應該唔算勁嘅抵用。應該係好叻㗎，你唔使理佢，關我事有可能應該好大可能失敗收場。哇！未必成，應該可能好似唔使講好似係直頭係唔會成功嘅，我諗。應該有幾%嘅機率係會得嘅。哇！咩事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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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怕！可怕到極，可怕！兩兄弟，我 friend 到，我唔係我，你係唔會知道我 friend 邊度？等陣先，抹下眼鏡先，得啦。由於上集講過我已經失咗，其實呢句話係假嘅，因為我講過，我真係衰，好廢嘅。以前我1年級入 M 店嘅，我已經冇諗過會有細路。3日，我唔知1、2、3整出嚟，轉咁多彎做乜啫？好暈啊！我叻，我完全睇唔到佢攻擊過程。閃電般的攻擊過程，是鐵一般的打情打意，巴閉在我裏。